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团为着要阻止反废死、反戒严两大公投案，伫明仔载的议会逕付议托是轮班咧顾家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叫民进党放心，讲因绝对袂像顶一届民进党安尼讲破窗仔门爬入去。另外，王世坚针对着民进党团不时都咧甲级动员，甲郭建明呛起来咯。王世坚讲，无必要要求每一个立委每一点钟拢爱签到，安尼袂输是国小的学生，是毋是要先煞检查看真假有假无？郭建明是回应讲，这动员若是拢无来，是要安怎修正呢？阮就讲爱处理这个状况，韩国瑜拢唔处理。2年前轮班酒暝，网下做录影椅拢总有。民进党团积极备战，就是为了要阻止拜五议会，确认反废死、反戒严两大公投案交付议通。韩国瑜，你没有头发，但是上面还有天，没有你不可能无法无天。请韩院长急速召开开朝野协商，我知道结果，他不会理我们的。就等透早要出动，民进党团规划2条路线，从民告立法院长韩国瑜办公室抗议表达立场，要求提出解决的方案。同一个时间，继续伫议场前排班，若是在野阵营唔插印，民进党团放条讲，那咧拜五议会都看书办事。我要跟他们说哈，其实可以放心哦，好好排队，我们绝对不会像上一次民进党一样破窗而入的。看得出来老神在在，因为民进党团有杂音，王世坚怨叹党团加级的动员才占，更加强调讲，唔免就要求每一位立委每2点钟拢签到，爱瓜中调放心。如果真的有事，只要电话一通知，1-2分钟就会进到大议事厅了嘛。所以我认为不必要每个小时签到。那每个小时签到，那我们就像小学生，那要不要检查看指甲有没有剪啊？动员都不来。这样能够打仗吗？我跟他沟通完毕，也不会再见缝插针。毕竟明仔载拜五大战进前，团结是上要紧的代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